三日甲吉林兰外交部长去美国白宫会谈，朝吉林兰事项三方无共识。罗战争拍袂死当，因为压力大，乌克兰有20万的士兵落跑，200万人逃走兵防空击。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带团去美国进行第6轮的关税协商，结果有希望伫1月底来宣布。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昨泰国东北部一个高铁的建设工程有天车倒落来去陷到一台列车，造成严重的死伤。想袂到今仔日又搁出代志。早起9点外，万国郊区龙华厝附当咧去高速公路，同款有天车落落来，是继续下卡轿车，上无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警车继续去翕到车灯驶伫施工中的高架桥下卡，不过顶悬的吊车煞汹汹落落来。意外是汹汹发生，有驾驶发现状况唔对，较紧目久，现场是砰砰响。这个意外是发生伫泰国当地15早起9点左右，地点是万国郊区的龙华厝附，当地做南马二世高速公路的兴建工程，但是高架桥工地吊车煞汹涌倒落来，佮规个对下卡在喊，目前已经知影有2台车红喊着，意外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ผู้ที่สัญจรทางแถวนี้ก็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นะครับว่าทางแถวนี้มี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อยู่ในอากาศนี้รู้สึกว่ามันจะ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สำหรับ泰国最近是一直发生重大公安意外，就是伫东北部的河德省，离万国230公里的台中高铁建设的工地，一台启动机伫施工的时阵倒落来，陷到下卡当地驶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64个人受伤。小连续2个重大事故，拢是当地的承包商意大利泰承包的。ดีช่วยน้องดาน้องชายแล้วก็น้องเขยครับที่ช่วยกันอยู่นะแล้วก็มูลนิธิอยู่5-6 คนนะครับอยู่ข้างบนโบกี้เอาคนตาย2 คนแล้วก็คนเจ็บได้2 คนแล้วก็เด็กน้อย1 คน泰国总理安努廷14过去视察，批评承包商意大利泰工程有明显过失。意大利泰工程是泰国上大的营造商之一。去年3月，缅甸大地震造成万国当得起的新建筑大楼倒去的案件内面，意大利泰嘛同款是承包商。กว่าจะมาก่อสร้างระดับนี้ได้เขาก็ต้องมีขั้นตอนมีวิธีการมีการคำนวณของพวกนี้ไม่ต้องพิสูจน์หรอกครับผิดอยู่แล้ว。这项建设是中国投资起的，属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一。中国外交部讲，发生事故的泰中高铁建设，施工标单是泰国的企业负责承建的。目前事故的原因，还要等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Which way Greenland Man？ 这是白宫问的，一边是美国，一边是中国甲俄罗斯啊。吉林兰你要选到一边？川普是坚持接管吉林兰，就算丹麦甲吉林兰的外交部长伫因的时间1月14去到白宫谈判，川普的立场有原无改变，也丹麦这边同款放弃吉林兰的主权，意思讲这场会谈根本无达成共识。也川普讲，吉林兰四边拢是中国甲俄罗斯的军舰，批评丹麦是无在调组织威胁。看委内瑞拉就知影，干那美国做会到。也丹麦是反驳，因摕数据讲，中国船出现伫吉林兰海峡已经是10冬前，即马是无中国军舰，嘛无任何大规模的中国资金。也欧洲是无咧软，丹麦是宣布加强北极军事部署。德国、法国、瑞典、挪威是派军去到吉林兰。北约联合演习就是要甲川普讲，因有能力维护安全，唔免美国摕吉林兰来达成安全目的。丹麦甲吉林兰外长14日白宫甲美国副总统范斯甲国务卿卢比奥会谈了后，双方无共款的意見，拢無解決，不過會造成各界工作小組繼續溝通。How important it is from our side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we want to be ow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吉林兰民意压倒性反对加入美国一部分，当地民众对反复这场会谈是真关心。反倒若互美国吞去，未来家己的语言文化甲生活方式，拢无法度保留。会谈了后，真侪人心頭拢較輕鬆。They keep fighting about Greenland, but now they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 very good, I think. It's a relief and I think we'll sleep better tonight.
川普表示，格陵兰对美国安全真重要。虽然无搁呛声，咱个袂使独来嘅这种讲法，不过也无放冷，表示拢会找到方法来解决。但係也堅持主權個後人擊款防衛無夠。If we don't go in, Russia's going to go in and China's going to go i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at Denmark can do about it, but we can do everything about it. There's not an instant threat from China and Russia, at least not a threat we can't accommodate. 記者談係，皇家空軍運輸機14暗時降落喺格陵蘭首府諾克機場，軍方人員也落飛機。但美國防部表示，已經開始加強喺格陵蘭嘅軍事存在，包含軍艦、飛機甲部署部隊，各家北約盟友聯合進行演習甲偵察，進一步提高擊款防衛能力。歐盟指揮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尊重格陵蘭人嘅意願甲利益，也應信賴歐盟嘅支持。公司新聞是會中報道。伊朗反政府示威強鎮壓，官方嘅數據是證實講已經超過2000人死亡。美國總統川普支持示威者，都有外國媒體報道講美軍上緊24點鐘內會發動攻擊。伫咧卡達烏大迪嘅空軍基地，氣氛真沉重。卡達官方嘛證實，因為區域局勢緊張，一寡美方人員已經用預防性撤離。根據外國媒體借用歐美官員嘅講法，美軍對伊朗嘅軍事干涉行動，上緊伫咧24點鐘內會發動。就算講 Trump 伫咧北京訪採訪上新嘅講法是，伊方轉達伊朗政權鎮壓抗議嘅殺害當咧減弱，不過伊表示無排除軍事行動嘅可能性。They told me that there'll be no executions. And so I hope that's true. Does this mean military action is now off the table against Iran? Well, we're going to watch and see what the process is, but we were given a very good statement by people that ar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面對美方嘅威脅，伊朗外交部長伫咧接受 Fox 新聞網專訪嘅時陣回應，根本就無假行計劃，佮強調因是甲伊斯蘭國嘅恐怖分子相戰。不過，伊朗內部態度也是真強嘅。伊朗首席大法官伫咧看德黑蘭加甲嘅時陣，公開逼促司法甲安全單位愛甲街頭嘅歹人趕緊採取行動。اگر ببخشید کار دیر بشه حتی ممکنه همین کاری که امروز میکنیم 2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ین اثر رو دیگه نداره که اگر ما تونستیم امروز یک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یم 2 ماه 3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ون اثر رو نخواهد 伊認為，若是袂當伫咧短時間內對反政府示威者一篇法律審判甲懲罰，威脅效果就會拍折。目前估計已經有超過16000人去予拘留。伊朗嘅司法系統當咧面對正正毋捌有嘅破決壓力。人權觀察組織提出警告，認為伊朗政府最清楚嘅 Trump 是甲處決示威者看作是袂使下過底線，不過這無代表風險會消失。若是抗爭嘅強度減弱，德黑蘭可能會利用司法程序秘密審判，喺咧短時間內大規模處決防爭調嘅人。If it goes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mmediately is a huge exercise of using or abusing the judicial process to fast-track prosecutions and put people on trial and execute them in large numbers. 因為小鎮嘅消息是一直傳出去，波斯灣嘅天頂已經攏無飛機啊！德國漢莎航空嘛宣布，飛去伊朗甲伊拉克嘅航班先暫停，足濟國際飛機嘛攏駛過。雖望 Trump 態度真強硬，不過美國國內上新嘅民調所顯示，有超過50%嘅民眾認為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干涉傷過超過，而且煩惱可能區域戰爭會傳出去，會影響到美國資產甲海外官兵嘅安全。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羅西亞一直轟炸烏克蘭嘅電力系統，互因無電也真嘛寒人，佮無暖氣嘅當用。總統澤倫斯基就宣布，能源部門進入緊急狀態，幾乎市政府愛因嘅市民去安全嘅所在來過寒冬。也這場戰爭拍袂死人，烏克蘭國防部長就公開講，因為壓力傷過頭大，有20萬嘅士兵來落跑，200萬人逃走兵轟通緝。烏克蘭首都基輔街路規個望過去844世國景象，攝氏零下19度，互人寒甲一直準嘅環境。因為電力系統互陸軍崩壞去，所以6000戶建築嘅水電瓦斯攏無通用。上新嘅統計是94，還佫有471棟建築嘅燒氣也袂當用。講句是寒甲敢若冰箱內，基面舊衫攏毋敢燙。暗暝一家伙愛包真厚嘅毯仔，揢佇一頂面床燒午燒。Пережи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тяжело. Да, так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войну пережили, а тут еще такая война.
这是俄乌战争这4年范围上跨时间上久的大停电。基辅代理副市长罗潘杰列耶夫以战争唔捌看来形容目前烧气欠缺的问题，同时爱市民撤离去安全的地点过冬。Внаслідок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енергетичних об'єктів було прийнято рішення про зупинку системи опалення 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ми провели оперативні роботи по злиттю систем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і мінус 10 і нижче. Це безпрецедентні заходи такого в історії існування систем централізованого теплопостачання ще не було. 总统泽伦斯基当日就宣布能源部门进入紧急状态，讲维修人员当日无眠无日抢修，佮表示当拍拼增加电力进口，通解决目前严重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前线战争紧迫，士兵承受真大压力，士气嘛真歹，甲刀兵这个风声真济。新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是伫国会的任命过程头一届对外承认讲，有20万的士兵献力职守，佮有200万人因为刀闪兵役互人通缉。后礼拜未满35岁的费多罗夫是乌克兰上少年的国防部长，进前即将所谓转型部正成功的无人机作战计划，都是伊任内负责监督的。泽伦斯基是讲，加强军队科技实力是费多罗夫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华人日报报道讲，咱总统赖清德有可能去参加前友邦洪都拉斯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并且会过境美国。不过，即前咱总统府是已经否认。好，都有学者认为讲，美国媒体放这个消息出来是挑工，要互中国掉脚断地。洪都拉斯2023年3月甲中国正式建交，佮宣布甲咱断交。不过，洪国亲代派总统当选人阿斯夫拉伫要就任。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总统赖清德有可能安排访问，若出席27咱前友邦总统的就职典礼，甚至有希望过境美国本土。不过，消息一日出来，总统府否认。相关报道纯属臆测，元首出访如果有确定的行程，将循例适时向国人公开说明。而点解赖总统过境美国是2024年底访问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甲关岛，佮进前一届是担任副总统期间，以特殊身份带团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过境纽约、旧金山。典礼进行了后，也无以总统身份真正踏入美国本土。我们现在台美关税还没有做正式的敲定，千万不要因为赖总统想要过境美国东岸来作为交换条件。过境或者什么时候要拜访我觉得呢，这个因应国际的情势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过去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重点还是实质的关系。对川普动作主义的影响，学者杨建平分析，即阵啊，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选举拢为左派转右派，国家洪都拉斯规个拉丁美洲情势渐渐对台有利，不过也是受台美关系限制。外媒放这个消息，恐惊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压。依照我在拉丁美洲长期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中美洲各国与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中国大陆有180几个邦交国，它在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应该是很低的。但是唯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对洪都拉斯亲任亲代派总统就职，可能改变外交政策，甚至甲咱建交。不过杨建平嘛提醒，因为伫川普1.0时期，咱中段3个邦交国，美国当时无采取任何行动，恐惊咱无应该伤过头乐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要反制中国甲咱威胁，国防部是提出国防特别预算1.25条，立法院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说讲敢若3000多亿是对外军购。针对这站，国防部副部长齐书谦加以反驳。也国防部表示讲，大国家即马是拢咧增加国防预算，咱若慢一天去签约，会去互别国排去，咱咧等的时间会是用年来算。发现目标。我强调，清醒存时，官兵操作上连庄试验飞弹乌机器精准拍到直升机。日军炮兵训练指挥部为台南英空3个官票15举行落成启用典礼。特别是我们军购新的武器陆续到位。刚刚我特别看到了海马式，也看到了我们中科院自己研发制作的陆舰2飞弹。
国防部15日发布，查到中共舰载轰六 K 空警500顶国型主副战机甲无人机18架出海，结合强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旗舰出动按地飞弹严密应处，面对中共反台威胁，美方已经点头未咱，包含 M109A7 自走炮、海马式多功飞机等武器，按国经费时费1.25条国防特别预算来，斩下700栋国防特别条例，伫反映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去美国登个台湾，讲对美军收干的3000外亿引起争议。国防部副部长齐书检亲身来反驳，指国内产值才是3000外亿，有9000亿是对外买。民进党政府为什么到现在才想起来有必要跟台湾人民、跟国会讲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5案公布的各位知道内容，还没有公布的我不能说，但是我可以说还有4案。还没有通知国会，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复委啊，我们没有机会说明啊。齐书检强调，1.25条是上限，而且特别条例要经过立法院通过了后，将编列特别预算，无可能出现抗辩授权。针对外界关心采购项目，国防部特别预算公布干部登记会例，指精准火炮系统就是海马式多功飞机，也承认即马时间紧张，那办一工签约恐怕其他国家插单。我们晚一天签约，拖的时间不是1天2天，也不是1个月2个月。一旦别的国家单子插进去之后，我们可能等的是几年。变来强化无人系统，澳门客表示，如果防部扮演火车头，扶持国内产业，对国军爱透过特别预算赶紧提悬战力。前美国 AIT 处长苏道文甲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何振东拢作出回应。对于台美军购的影响，其实最主要是美国会看台湾对自己自卫的决心。This is a decision for Taiwan to make, but in general, I support the idea of a strong defense, whether 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aiwan. I think it's a good idea. 美国在台协会 AIT 也表示 ，AIT 处长国员对总统罗清德提出的1.25条国防特别预算表示欢迎，亦欢迎下礼拜二安排国防部秘密会议，用调研伫会议说明预算用途。不过，黄国昌表示已经甲国民党团达成共识，会提出民众党团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台美关系有希望伫1月底正式来宣布。行政院经贸办公室证实讲，咱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已经带团去到美国来进行第6轮的协商，等谈判有结果，会伫适当的时机向社会报告。台美关税谈判进入最后一里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对台进口关税会比较一函降到15%，按过讲话条件是，台积电按伫亚利桑那州个投资至少5间半导体厂。路透社引用消息表示，协议有希望伫1月底正式宣布。行政院经贸办公室证实，副院长陈丽君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就是已经去美国进行第6摆实体参详。期待会有一个意义的进展，让国内的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应、调试整个国际经贸新秩序相关的特别预算跟政策，也能够逐一全面的对产业界的协助。针对关税谈判，经贸办指出，这摆有4项目标，包含对顶关税各条项无贴加，也有232条款关税最优惠待遇。第3是以台湾模式拍入美国供应链，佮请美国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后是促进台美贸易平衡，加做 AI 供应链战略友好关系。同时，亚利桑那州航空社市长来台访问，15签署企业创新联名 MOU， 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特别伫高科技加数位经济领域交流。前一天总统罗清德接见航空社市长，佮希望台美双方应早日完成签署，避免相停扣税协定。We're looking forward to any announcements TSMC might make, and we want you to benefit from the wonderful partnerships we have with Taiwan. I had the chanc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Lai yesterday, and he is so supportive of growing economic activity between Arizona and Taiwan.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半导体232条款，对特定先进的运算晶片扣15%关税，强调若是支援美国供应链就无适用，也互外界关心是不是冲击台湾晶片产业。
232的这个条款的部分，也是我们这次谈判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关于大家共识的结果呢，会在结束之后来跟大家来做说明。行政表示，团队谈判过程真艰难，时间长，未来谈判有相当结果，会在适当时机向社会报告，才法定定数将完整协议文本，甲影响评估3个会审期。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日本即马执政联盟伫咧众议院的席次是勉强过半，也为着要稳定政权的基础来推动重大的政策，因的首相高市早苗就宣布讲1月23会来解散众议院，伫咧2月初8来投票。也即便解散众议院，搁加投票干那16天，是创下日本选战上短纪录。加沙虽然已经停火3个月，毋过咧中间是真慢，济民众会当讲是住伫咧粪扫堆的边仔，也好意恐惊会变做负担。安怎讲？世界有济人咧关衫关乎主线机构，毋过这个衫呢是快时尚的产品，这品质咯无好，无法度关乎人，最后也是会变做粪扫。占破的厝头前怪手较规堆的粪扫，加沙地区战争几6冬，真无简单。伫去年停火，有民众转去英国的城市开始重建生活，毋过伫真侪人住的南面崖边是哪山的粪扫。إن إحنا قاعدين جنب النفايات وبنعاني من الحشرات اللي بتاكلنا في الليل طول الليل بنهرش فيها وإحنا بنطالب من إهل الخير إن يدوروا لنا مسكن أحسن من هذا المسكن。目前加沙市中心至少订35万吨的粪扫，主要的原因包括粪扫清运服务也未开放，也有以色列伫这个月搁再推进边界，将一座大型粪扫掩埋场划去境界线外。加沙官方无法度落手去清粪扫。加沙官方形容这粪扫一直污染土壤，甲用水，恐惊早晚的壁厝传染病，亲像不定时炸弹。官方呼吁国际社会应该重视这个议题，甲以色列施压。على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أجل السماح لطواقمنا بالوصول إلى المكب الرئيسي وإدخال الآليات والمعدات اللازمة للتعامل مع هذه النفايات البيئية التي تشكل مكرهة بيئية。镜头转去澳洲，一般民众逐工制作粪扫嘛不哩惊人。澳洲有真侪慈善机构会透过义卖民众捐的二手衫来募款。毋过因逐日收到的寄付物内底有一大部分属于快时尚的产品，无适合搁再卖。People are buying lesser quality, and so what happens, it's coming through faster, but then the quantity of stuff that we can't use and can't sell, can't give away is growing very fast. 这间慈善机构去年就等376吨的寄付物，比前年增加20%。因建议民众为起头就唔通买快时尚产品，较袂制作大量粪扫。伫寄付的时阵，嘛会当先思考，若讲这领衫无适合送互朋友，敢应该搁捐互慈善单位。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希，明仔载感谢时间，再会。